好，来继续来看过年连7天的连假天气如何咧？伫个遮讲甲非常的详细。伫个2月初10小年夜，各地是水气增加，也就是讲小年夜会来落雨。2月11围炉，北部、东部继续来落雨，南部就较无雨咯。到2月12初1，北部、东部也是会落雨，但是南部转好天咯。到2月13，全台湾拢转好天咯，但是要注意日夜温差真大。早暗较凉冷，另外要提醒咱的乡亲，空气真歹哦，空气的污染真严重，尤其是住伫个云林嘉义、台南、甲高雄、屏东的乡亲，要特别注意。一透早嘉义市区民众去看樱花。今天早上一大清早就浓雾就相当多，是朦胧美。无奈来讲，一透早就大雾，高路南来到高雄，民众看到天顶，连出门都唔敢。本来要去运动的，说这样怎么出去运动啊？空气污染继续恶化，环保署紧急启动应变措施。总共有16个县市也执行了各个区域的应变的措施。如果真的有空品不良的时候，那必须要通知我们相关的大型的企业污染源必须降载，必须减排。台电配合启动减煤蒸汽，全台淹煤电长期组减少发电高达70%，减少发电度数超过2亿度，空气品质当时才会变好。2月10号到2月11号，这个就是小除夕以及除夕的时候，全台空气品质相对是比较好的。春节期间空气污染的情形，2月初8、2月初9，中南部空气污染严重，柑仔色到红色警示，民众尽量莫出外。小年夜到围炉暝，全台各地拢会落雨，空气品质略啊较好。不过初2到初3，东北风增强，甘那剩北部空气好是良好普通的程度，南部下降到柑仔色提醒的程度。初4到初6，东风继续增强，规个西半部会阁增强做柑仔色到红色的程度。民众常常会好奇眼前遮尼雾到底是无害的雾，或者是有害的霾？其实会使用色水来分辨。雾看起来是白色，有一寡水珠啊；霾是有淡薄黄色，或者是柑仔色，是营养造成的。另外嘛，会使用湿度来分。空气较湿淡，大部分是雾；空气较大的时阵，大部分是霾。春节期间，民众若是要出外行村，一定要注意空气品质，防治 PM2.5。